求你了，你可怜可怜。夫人啊，你莫为难我啦，还不得已的啦。夫人，你莫为难我啦。今日嘅太恩太德，乃永远我记在心肝度，你一定要帮忙啊！阿妈，我求你啊！你莫用心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带来苦寒葱啊，为了公啊命啊，那是金上梦啊。乃是尊贵乡啊，从中哦有话来做啊，见过话痛啊。文华，你回来了。母亲，母亲。文华，来，落来呀！文华，爱讲人嘛，你来高拿得，也给快如煎熬。转眼在鸡呀高啊，也给18年呐。爱文化啦，
一个从啊民，也个有孝顺啊，我已经啊过啊中啊，上海有祖先呐。哎，你看呐，我文化吃色呀，俺就拿去送啲经上好，一下总算呐，嘿嘿，熬出头路。你老去看那里，干拜创业，真是可喜可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讲到安阳去呐，也是文化，佢出家有才钱啊，佢咪爱看呢？看嘛啊？哎呦，佢看马萨姜的啊！哦，嘿嘿嘿，夫人，唔讲得对，你当我叫，让我叫个创言子啊！哎呦，老爷，你来看啊，俺哋嘅文化啊，做了两身的功夫，实在喊派头哦。父亲、母亲，上来文化知识，你都去按相爱，上来去经常嘅体界，学习东道嘅东西，所有嘅期望，全定来嘅神行，所以咧，希望来讲名声就多进来，来用办做的，辜负父母你哋对来嘅期待呀。文化啊，你吃色啊，就按乖卡，莫辜负俺哋的对你嘅期待。哎呀，错啊！跟你这样转来呢，哈，也一路就很辛苦啊。我呀，有面家人已经准备好两个酒宴，俺哋一家人啊，哎过好来庆祝啊！对，听阿爸阿妹入来去呀！来去。看到文化，今日又干好做，真为佢欢喜。想起那可怜嘅来嘅，那是还在世间。今日想必也要干好做。明
潮痛，彩潮痛，不可风水来爱用功，认真勤苦，是那严重，清真为公，真功。文化，哎呀，恁我呀，来，落来抢草啊！唔是错嘞。哎呀，恁爱用班安安的，你好忙歇困的呀？我看到你监督按讲法，就入来让你关心关心嘛。宴会按用人来上讲，看你写的文章，等下文化乃嘛爱歇困的呀？文化，你我看你啊，根本你有安尼个成就，真是替你欢喜。恁爱呀，顺将乃为这次为干，系父亲老母亲，还有恁爱对爱嘅教徒，以及来文化，怎有此款嘅成就？再来，提干车像恁爱儿对爱按照顾咯。看到你，就不爱想到爱嘅来嘅，那系冇发生安尼嘅事故，伊呀，嘛老你强死死咧。恁爱呀，你莫按伤心啦，你还有奶呢，自细到大，你却按照顾爱。乃嘛做手老人，当作那个阿妹强用，你手老来当作这家嘅来嘅一般，你放心，乃要不好好老人方式，将你照顾你来个身旁啊！你呀，自细就按体贴乖卡。文化，哎呀，母亲啊，用班安安的，你还忙去休息啦。夫人，哎呦，我想讲啊哈，你的经常长进了，应该要衰咧，唔敢来吵你咧。啊，唔过啦，我想起啊，自从你上京去了后，你母子啊，穷啊时间就听说话，我就过来看看啊。你衰忙，哎呦，看到人家呀，点火讲法，哦，原来去玉兰，你俩为朝你结婚哦。阿妹，冇啦，恁爱去见过看到乃房门啊，点火忙有实体，所以啊，落来脑来关心天天。哦，跟玉兰啊，在冇事情咧，还唔敢结回房去，你也为朝文化结婚哈？夫人，晓得，晓得。文化，你怎转来呀？个日如何？俺用奔波，实在真甜，还做得些困哈？阿妹，文化乃地，你嘛强用，你也真辛苦，你呀没有下做得为去歇困，地冇啊？好好好。欠死哎哟！
恐怕多事，只见那地呀，莫怪兄啊妹，太黑那是嘛？跟你讲，咱买错，爱中啊，天哪！唉，18年了，当初俺南山这年的样子，给味道庄稼，后续有年，唉，只好用嘅。用咱嘅生人的文化，老爱嘅生人的斗望。阮记啊，老道家嘅生人的已经死了，爱两公婆用心来栽培文化。我已经文化有两番嘅成绩。万一啦，系有因缘，当佢知道一切事情嘅真相，佢可以用百姓照顾啦。哈？系嘛人？系我春香，我调查了本意思。嘅家下油糖多乜雞毛啊？无糖豆嘛该，夫人请用茶。呀嘅樹，夫人啊，无嘛该啦，应该系一几年的冬天嘅关系啊。哦，嘅係安樣，就冇事情咧，你下去吧。晓得。哎呀，你来还做嘛该呀？阿伯叔，咱有发的么呢啊？啊，阿伯叔，咁么呢啊？我呀头堂到夫人讲啊，原来啊文化少呀，唔系夫人嘅亲生子，佢係有人子嘅亲生子哦，係唔係正經嘅？哎，冇壞事情啊，你也應該啊，係你談茶嚟啦。真唔係呢，我堂弟一起呢處啊，可是講了係正經嘅。啊！我冇想到誒，夫人嘅心腸愛心向樹啦。哼，你看啊，佢擦擦，有難子佢條兩字愛，有難子啊，平常時對我安好，就像自家嘅妹強樣啊。夫人嘅心腸安百心，我愛來去向有難子講。哎，等一下啦，
春香啊，你做好你自家嘅本分，你就莫管闲事啦。嘅啊，你免得惹祸上身啊！不过，伯叔，你看啊，有人只人一文化小呀，明明就是两子爱，却不能相认。哎呦，实在很催过啊！啊，好嘞啦，好嘞啦。你呀、管好你自家，我老你讲哦，两件事情啊，千万就莫传出去哦。留到事情啊，你很后生，你唔知，人讲的啊，敌人敌面不敌心嘛。做好你自家一个本分，莫干闲事的啦。哎，伯叔，伯叔！